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间，你保守看顾阮，无论阮拄着顺境也是逆境，阮确信你拢甲阮三甲伫地，赏赐阮快乐。所以，阮只是用感谢的心，搁一遍聚集伫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服侍你。求主帮助阮，这个时刻安静阮的心，排除所有你无欢喜的事，互阮会当专注伫你甲你的话语顶面，透过信息的分享，阮明白你的心意，也会当有快乐照你的心意去行。是阮的主啊，阮特别从今早起服侍正当中，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阮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圣乐队、献诗、司琴、诗会以及同工信息的保牧师。你圣神引带因做美好的服侍，来荣耀你的圣名。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交代伫主大权能的圣手中间，求主亲自施行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互阮透过教会生活来丰富阮的生命，也透过教会所推动的逐项事工，会当互万民入捌你，通过安尼来得到救，也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是阮的主，阮也特别将阮的国家、阮心爱的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掌权做主。特别过来礼拜六，我们要举行公民运动，要通过投票来搁一遍来重新组织阮的国会。求主保守看顾一切，互你的公义、平安真正会当落实伫阮的国度。求主亲自施阮赐福，互阮的国家真正真做百姓会当安居乐业的自由敬拜的社会。求主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正教会拢接受主你所互阮的使命，伫无共款的区域做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阮也看见真侪世界各地拢充满人为甲天然的灾害，求主亲自保守，互遮的事件，特别是战争会当赶紧止息，无辜受害的百姓会当得到扶持安慰。求主亲自掌权做主，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们。
细看，就知上主真好，用伊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圣的子民啊，要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人，拢无欠缺。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79首，恳求上帝怜悯，请会众起立。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世间万物源头稳定疼痛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你奥妙圣手的作为，让阮生活在这个世界有适当的改变。阮对四季气候小冷的变化，体会到你创造的伟大。当阮看见天顶在飞的鸟只，甲旷野中的野花牧草，充满生命力。因虽望卑微，但是你悠远的照顾因。阮人类目睭所看见的一切物件，耳孔所听见的声音，心所感受的一切，拢出自你美好的创造甲赏赐。愿大家要用敬畏的心来学罗你。让阮人类的上帝，你赏赐这块美丽台湾的岛屿，互阮管理，也差遣阮的祖先伫遮拍拼开垦建设。这前辈为着要追求
民主甲自由，牺牲因的生命甲家庭，才有今日富裕繁荣的台湾。阮非常珍惜这款的福气，但是这几年来，阮的厝边中国想尽办法要侵占台湾，对外通过飞机、飞弹、武力的威胁，对内分化族群，利用一寡亲共产制度的议员，破坏国会的体制，引起社会的动乱、对立甲不安。阮真担心失去原来自由甲民主的制度，更加烦恼失去台湾的主权。恳求主怜悯，听阮的祈祷，相信阮的政府有耐心甲智慧来处理这个危机，人民要觉醒，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选举，来维护台湾的安全，阮通安稳生活伫这个岛屿。稳定的主，今日是文艺团队时间纪念主日，阮感谢你伫早前透过无共款的文艺工作，遍满伫全世界各地，因将你真理甲活命的话，透过文字工作，互阮认捌主理会听。无论是圣经的翻译，也是杂志、报纸、传单，也是网络电子媒体，互一人得到福音、信仰得到造就、灵命得到成长。恳求你坚固因所做一切的工作，提供教育的需要，阮大家要继续为因大道奉献，互文字工作会当顺利出版发行，也互更较侪人早一日认捌你，成做你救赎的囝儿。啊，这时求你的圣神临在伫阮中间。透过本牧师的信息，互阮更较明白圣册内底的真理，通遵探伊来行，做一个你所祝福的囝儿。啊，阮今早起的敬拜甲服侍，要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引带带领。这时我们用主教士的祈祷文做声安尼来讲。这是请咱来交托启应文40篇，伫圣诗的后面60页。启应文40篇，主讲我是阿里法，我是俄米加。写成伊三个人有福气，伊要互伊有权到伫活命的手。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为着这个教会。我是大笔的拳头，佮是伊的后裔。
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大的人就来。干净才会事的讲，对我紧紧到。今早起圣歌队要带咱来俄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是卡利普索赞美。感谢圣歌队用真优美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6章16节到18节。台语汉译本是320页，中文译本是226页。使徒行传26章16节，起来，徛地，我对你显现，是要派你为着所看见关系我的事，以及将来要对你显现的事做证。我要对以色列人甲外邦人的中间，甲你救出来，找见你去因遐。开因的目睭，互因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离开撒旦的关系，归向上帝。互因对信我得到赦罪，
佮承受上帝选民的地位。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开力甲帮赞。今早起，本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开因的目睭，开因的目睭。请咱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来，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互我逐年拢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来甲咱双连教会，甲咱所有兄弟姊妹来敬拜咱的上帝。一遍，搁再一遍，实在充满着感谢。咱双连教会一直以来，拢对文字事工非常的支持关心，也为着阮代祷。事实上讲，咱这叫做是咱共同咧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今仔日咱所用的这个题目叫做要来开因的目睭，就是望咱做伙会当透过这个文字的事工，帮赞每一个信徒，咱来开家己的目睭，改变咱的心思意念，互咱家己的心思意念改变了，嘛当成做一款社会一个改革。来完成主耶稣基督所交托上大的使命，就是会当互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咱做伙咧写使徒行传，这个时阵，请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互阮通有这个福分，因为无做主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死佮活，为着阮通互做阮的中保，通参主佮好。做阮的确相信，当阮今仔日坐伫即个所在好胆，称上帝是阮的天父的时阵，阮就感受到心中的一个调跳。恳求你即个时阵。也互阮搁一遍，透过着圣经顶面，遐信仰前辈用因的血、用因的肝，正做目接所写落来记事，帮助阮清楚阮的调明，帮助阮通认真来正做一个服侍主的学生，献上阮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咱今仔日所看这个使徒行传，常常被圣经学者称作是第5部的一个福音书。圣经顶面，咱常常咧讲有4部福音书。福音书的意思是讲，就是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所做代志，行神迹、医病赶鬼，拢家记载落来，安尼叫做是福音书。若是安尼，是安怎有第5部福音书呢？因为呢。这个第5部福音书是使徒因继续，因为有圣神的引带带领，因所做这个工作，其实已经唔搁再是因家己本身咧做，是为着各活主咧做，所以通被称作讲这个使徒行传，就是第5部福音书，是福各活主的一个行传。若是安尼，咱用信仰的一个角度来看，使徒行传伊敢有完成啊？伊还未完成，是安怎讲还未完成？伊还未结束，因为各活的主透过着圣神咧敲找着最这使徒，包括你，包括我，咱做伙伫即个地面上咧做伙咧做这工作的时阵，其实咱拢咧做使徒行传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工作还未结束。使徒行传通讲是教会的历史，是历代信徒，是咱做伙咧写的一个福音书。所以，当今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纪念、咱的庆祝，咱嘛咧反省，这个宣告160年的时阵，咱嘛是讲，这就是一部使徒行传。若是安尼来看，7月26日发生伫咱台湾这历史中间，基督徒伫这中间到底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其实咱嘛是咧写使徒行传。这张图是今年6月15日。伫凤山体育馆
咱有办一个真大型诶感恩礼拜。伫这160年的纪念中间，这是其中的一场。伫迄天呢，咱的总统吼，伊嘛有亲自到伫迄个所在。议长甲总干事有送伊一个即个盘仔吼，即个实木的一个盘仔。重点是讲，即个送伊即个实木的盘仔面顶写啥物字？边仔是一个burning bush，就是讲即个刺皮互火烧的即个记号。然后咧，另外一边是用英语所写米家书6章8节，咱来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用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同行。希望咱的国家对总统，一直甲咱每一个人，咱用即款的心情来面对咱的生活。迄块盘吼做甲真水，这样足侪人咧讲哇！这总统送互总统这个盘吼，总统盘要倒去走底买。我甲大家讲，这吼台湾教会公报社都有底买吼，咱嘛当对网络会当买着啦吼。所以咱看，咱是做伙咧写即个使徒行传。所以接咱就来看，讲即个使徒行传，伊这作者伊到底用什么款的一个手笔咧写即个使徒行传？所有的圣经学者包括咱所有的信徒吼，拢应该无人个会怀疑讲使徒行传就是写路加福音书是同一个作者，是路加这位医生。这路加呢，伊伫使徒行传伊用的手笔是啥？伊用真侪资料啦。咱台湾话有一句咧讲吼，毋通耳空轻，耳空轻就是讲你听高频的，袂记你讲就是爱综合做比较。若是路加呢，伊咧写这个册时阵，伊就是安那，用真侪资料，一遍搁再一遍伫遐吼对比，然后伊要紧就是亲像伊伫路加福音书第1章所写，讲吼，这拢是详细查考，会当通互恁知影。这所信的确是真，用这种的一个真侪资料，然后伊个用真丰富的一个文学的一个基卡，但是这个资料掺真丰富的基卡，拢是为着要做啥物呢？就是要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另外，在咱的生活中，咱有真侪无共款的面向，咱是也是讲咱有真侪无共款的身份，咱是人的爸爸，咱是人的妈妈。咱嘛是人的朋友，咱嘛是人的囝儿逝世，这无共款的，伫咱的生活中，咱甲表现出来的时阵，咱拢千万爱记哩，这表现拢是会当来见证着上帝伟大的作为。所以接咱来看，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节，首先咱搁来问一个问题：伫这个使徒行传内底，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吼，拢咧记一个什么人？拢咧记使徒保罗啦。是安怎伊的篇幅遐尼大咧？咱若讲吼，用伊的人生来甲伊看，讲现代吼，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吼，最佳剧本，这个绝对的最佳剧本是安怎？讲伊的人生哦，变化哪会遐尼大啦？一开始伊是啥物款的人？伊是吼掠基督徒做第一名，讲这吼拢啊掠北起来。所以当迄个司提反互钉死，用石头甲钉的时阵。伊伫遐心内咧足欢喜的，伫遐拍步伫遐咧共顾衫。总是呢，咱来看去讲，是安那使徒行传内底有一半以上拢咧写伊的人生有真大一个改变。伊安怎去互上帝甲伊找着？即款找着的一个经验，其实呢，嘛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伊咧讲透过着保罗，伊嘛搁一遍咧甲咱讲呢，讲其实伫咱的人生内底，咱嘛是一遍搁再一遍，互上帝甲咱找着。互咱得到大大一个感动，咱咧得到真大一个变化。所以咱通看，讲使徒行传内底有一半以上是咧记保罗，然后咧保罗搁较要紧的是讲有一个大马士革的经验。这个大马士革就讲吼，伊骑马骑较好势吼，安尼跋落马，然后咧目睭无看，搁再来咧点目药啊，毋是啦，去互上帝吼透过主耶稣基督一个圣神呢。该要开光点眼，心思意念来改变。这个记事伫使徒行传内底记3遍，第9章、22章、26章拢有记载。但是这3遍呢，就亲像我头先所讲，路加伊用的手法手笔拢无共款。
咱若咧看26章，特别是今仔日所读迄段圣经节的时阵，你就会感受到讲吼，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开保罗的嘴所咧讲，伊是代表着讲，这是咧讲上主的一个话。咱就来看26章这3遍，第3遍的一个描写，特别就是重点放伫咱今仔所读这个16节到18节。这中间有记载，各外主耶稣向保罗来显现，伊爱保罗为着伊做见证，成做伊一个车肯。第3个部分，咱嘛看讲做见证以外，伊爱去到犹太人甲外邦人的中间去传福音。而且咱会看讲吼，这路加是咧趁稿费是无？这个爱使徒保罗去传福音就好啊，就爱去写外邦人甲犹太人。遐侪人，毋是逐个白白拢是人哦。这伊毋是咧趁稿费哦吼。伊咧要紧是啥？讲伫迄个时阵，所有遮犹太人因就认为讲吼，敢若阮则通称即个天上帝做天父，是安那？因为阮有血统啊，阮有阿伯拉罕的一个血统啊，所以阮则是会当讲是上帝子民啊。但是伫遮拍破一个观念，讲即个福音呢？这个恩典是传到所有的人，所以特别该表明出来。犹太人甲外邦人，若是今仔刻伫咱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来看的时阵，这是放伫什么所在？放伫基督徒参非基督徒中间。这个基督徒呢，伊就是个责任，亲像保罗同款，你已经是被人开光点眼，你已经心思意念改变，你就是有责任爱互遮个人嘛做伙来享受这款一个恩典。所以讲，咱做伙咧写使徒行传，第16节开始咧讲，主耶稣基督爱保罗起来，然后咧，我对你显现啦，我是安怎要主动甲你显现，就是我派你爱去做这个代志，你爱做我的奴仆，然后为着我来宣传福音。所以通互咱看见伫这个所在特别对咱的一个看见，讲主耶稣基督是主动向保罗来显现。弟兄姊，其实咱的主伫咱的生命中嘛是主动向咱显现的啦。只是有当时咱就讲无啊，你无看的啊，装睡的人叫不醒。但是一遍搁再一遍，主动来向咱显现，主动要互咱得到这款的一个福分。当咱得到这款福分了的时阵，咱通看待学习爱来成做伊一个车肯。到伫所有的所在，你所徛起的所在，为着你所这个代志来做见证出来，这是16节所写的。然后17节，咱去看16节，再咧讲，我要派你去迄个所在。17节是安个讲我要对遐甲你救出来，太奇怪呢！派你去，搁要甲你救起来，是安怎？就讲的确互咱看见着。找派咱去到逐所在时阵，咱咧坚持做一项对的代志的时阵，一定会拄到挑战，拄到困难。咱来回想最近台湾社会这个迄个气氛是毋是侪人为着要做一个坚持做对的代志，当因伫遐无咧计较是毋是付出真多，嘛无咧领人的一个走路工，无咧领人的钱。但是当伊咧坚持做这个代志的时阵，是毋是拄着真大的挑战困难？甚至爱伫遐徛咧路边爱互配喙烂。不过咱来看，咱相信一段圣经在顶面咧甲咱讲主嘛要赏赐咱出人意外的平安啦。伊要通互你平平安安去，虽然坑你伫叉龙中间咧，但是嘛，伊有愿要对你甲你救出来。咱看见就讲，保罗伫迄款的一个感觉，伊相信。这个平安嘛要带来喜乐甲丰盛。而且咱还未到18节进前，咱就来看讲保罗到底伊发生什么款的一个代志。活伫18世纪到19世纪德国有一个历史哲学家叫做黑格尔，伊咧讲一句话足出名，伊讲啥？讲你若对一项代志真熟悉你足熟的，无代表讲你一定是真正知影。安尼叫做熟知非真知。你迄圣经你会感觉我这个看5遍、看10遍去歹势。照伊这个理论来讲你看5遍、10遍搁欠1遍，
因为真熟悉吼，无一定是真正，你真正知影。所以这个熟知非真知，的确会当放伫保罗先生伊的身躯顶面。伊敢会自细汉受到完整的一个法利赛人经学士的一个训练，但是咧，伊真熟悉的时阵，敢真正知影？哦，若无比讲这个吼，叫做搁一遍被圣神来分一口气的时阵，的确无一定是真正对一样代志，也是真切的了解。所以咱嘛看个，讲今仔日保罗吼被开光点眼，啥要用开光点眼这4字咧？因为这吼对咱台湾社会吼会当较清楚。什么叫做开光点眼？这一般民间信仰的人吼，因真安那讲吼，得雕刻嘛吼，雕刻一个形象了时阵讲吼，这若无比开光点眼进前吼，伊就是干那一个插上尔，吼再甲伊开光点眼，谁负责来开光点眼？讲在找迄款民意代表啦，做官的啦，吼，所以这个逻辑有当感觉，这到底是人咧做上帝，还是什么人咧做上帝啦？吼，这是因的信仰，咱放伫一边，咱用这做背景，咱来看，讲保罗这个时阵，这个开光点眼颠倒较成啥？较成创世纪第2章第7节所咧写，讲哦，上帝造人是安那？讲用地上的土粉造人，然后咧。分活的气入伊的鼻孔，就真做是活的灵魂啦。所以咱吼圣神的引带带领，就亲像迄款吼，分一口气，互咱真做是一个活的灵魂。保罗伊做一款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就咧应验一个代志，伊咧见证啥？伊咧见证着讲约翰福音书14章6节所主耶稣基督伊家己本身所咧讲的，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通过我，无人会当去爬遐。煞接就咧讲，伫《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耶稣的门徒彼得伊嘛咧讲，拯救伫倒？拯救就独啦，独就是信靠，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吼，无别的拯救啊。所以当保罗伊分一口话开的时阵，伊的一个改变，伊咧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等下说，有当时咱想吼，做基督徒是足简单的呢。安怎讲？因为咱常常咧讲吼，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啦。只要你信吼，你就会当吼被上帝正做是义啦。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嘿？今仔日吼，我会出卖阮牧师娘2遍啦吼。即摆来出卖伊第1遍，安那咧？伊咧少年的时阵咧考汽车驾照，我讲这吼，这是因信称义的例啦。考汽车驾照，咱知影讲吼，你若上坡起步，倒退路扣几分？16分嘛吼。即摆敢若无共款，还是即摆共款叫扣分的上坡起步？可能无吼。但我考试嘛是安尼啦，那上坡起步倒退路扣16分啦，然后吼，搁熄火吼，搁扣安尼搁扣16分啦。16加16 32分，等于就不及格啊嘛吼。伊讲伊考的时阵吼。哪会知迄工啊特别紧张，所以真正上坡起步，所以叫定去，定去了再倒退路，吼，插伊啊，伊讲继续开就对啊。主科讲看者，伊就继续一直开，开到刷结束的时阵吼，伊安尼讲，终于考完了。主科讲嘛甲看者，讲算你及格，毋知是看伊吼，生说较古锥还是安那，咱讲算伊及格。伊是安那，伊本来就无及格啊！这正讲叫做因信称义啦。啥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意思是讲上帝看伫耶稣基督的面子上算你及格啦。无恁其他是啥物人？咱倒一个人有及格，咱无人及格。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缘故，咱拢被上帝算及格。要保罗见证什么代志？就是干那见证这个尔啦，就是见证这个。所以嚟兄弟，咱今仔日咱被算及格，因信称义，足简单的。但是当你信了的时候，我等下讲圣神的感动咱常常爱面对着挑战，咱爱做一寡困难的代志。所以咱来看这个18节，伊安尼写讲当伊家己本身改变了的时阵
恁爱开因的目睭啦。这个开目睭的意思是啥？讲恁爱吼，互因心思意念改变，然后离开撒旦的一个关系，走到承受做上帝选民这款的一个地位。啊，是咱来看，什么叫做心思意念有改变？心思意念无改变，什么叫做吼？迄个目睭是有开啦，吼，心眼是有开。那你的心思意念无改变的时阵，你就无法度认捌家己是一个罪人，你就无法度看见家己所做所为拢是罪恶，你嘛无法度认捌人生的意义甲将来结局。所以咱嘛通过这段技术通了解，讲无法度无目睭心眼，还是讲这心思意念无改变，咱的确无法度认捌讲这个世上万物吼，最拢是空虚无路用，咱嘛常常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无法度去了解到讲伊迄款的一个可怕，毋知福音基督甲真神。这真做讲，咱的目睭若是有开的时阵，咱的确会当搁一遍，知影讲咱即款的身份。若是安尼，咱就来看，今仔这段圣经在讲，各外基督开保罗的目睭，互伊通心思意念改变。啊，保罗咧，借着各外基督，伊今仔日嘛要开正人的一个心思意念。所以，咱甲历代信仰前辈嘛是借着各外基督，咱来开咱的心思意念，咱来开咱的目睭的时阵，今仔日咱的责任是啥？咱的责任，当咱真简单的来得到这款福气的时阵，咱的责任就是无简单啊！咱的责任无简单，是爱互侪人嘛做伙来认捌基督。咱看见就讲，这个社会要得到大一个改变。但是安尼，咱会当安怎来做？吼，首先咱来看吼，第一个部分，这个吼前苏联，就是讲这个罗西亚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伊在咧讲一句话，伊讲吼，你哦毋免甲我讲你什么基督徒，什么宗教信仰，你免甲我讲，但是吼麻烦一下，麻烦。你会当互我对你的行为中间来看出你的宗教信仰，你互我对你的行为来感受到讲，你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当咱的行为互人感受到基督徒的时阵，咱来看其中保罗的一个信仰的观点哦。啊，这是我第二遍出卖阮牧师娘吼，伊摕毛巾吼面顶写吼，我无搁再是我的我，吼，伊无遐少年啊，这10年前的相片啦吼。重点毋是伊啦，重点是我要互大家看一条毛巾吼，面顶写我无搁再是我的我。哦，这是一个真出名的书，我甲伊写。伊吼，我咧甲讲保罗的一个改变的时阵，你看伊三个我吼，我吼，拢无变大字。一开始是安尼真飘撇，吼，安尼认真思考的我。第二咧，学问真丰富的时阵，迄个我特别大字，讲我真牛。总是当你去互耶稣基督甲你找到的时阵，迄个我是安尼谦卑、顺服，甚至为着耶稣基督愿意来拼命、失去性命拢无要紧的。迄种一个我是安细细一个我。你看这条毛巾有水无？倒有得买，公报是有咧买。牧师你也真爱钱的吼。讲实在，阮吼真需要钱。但这钱的确拢是为着要做文字事工啦。哦，咱来看，讲这就是讲吼，我无搁再是我的我。所以咱当托尔斯泰迄句话时阵，特别互咱会当去了解着，讲吼，你毋免甲我讲你什么基督教的啦，但是拜托，互我对你的行为来看见着啥？看到耶稣基督迄个荣光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咱嘛来看，讲咱来想想吼。互圣神啊，亲像迄口气安尼，一遍搁再一遍，伫咱的人生中间，常常对咱的一个提醒。今年教会公报社嘛咧纪念阮第一份报纸发行140档。这个140年内底有真侪安尼，值得咱一遍搁再一遍来看的这个文章。当时公报发行10年了的时阵。就到伫清光绪21年1895年，迄年呢有一篇文章是中英中俄第一任校长叫做 George Ade 余饶礼伊所写，伊就咧讲，伊讲吼，咱要有圣神甲咱感动。什么是圣神呢？
圣神对人的帮助吼，会安那呢？会常常对咱吼责备咱的良心啦，互咱知影讲吼，什么是罪啦？迄款的责备良心啊，什么是罪？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消息，总是真毋望即款的消息未发生啦吼。听伊讲有人为着要避免讲被罢免吼，要开3亿吼，一张票落去买啦。真毋望讲即个代志未发生。总是呢，咱讲即个买票行为的时阵嘛，互咱感受着讲，你若有圣神甲你感动时，你就知影讲什么是良心啦。迄个良心吼，会帮助咱知影做，感化咱的心，引带人悔改得到救，然后互信徒伊的灵命当日日进步。这要靠啥？就是真毋望讲即个文字的工作帮助咱。当咱一遍搁再一遍，无论是看圣经，还是看这个信仰的文章，拢好，就是帮助咱圣神甲咱三角地地，互咱吼日日会当进步。所以伫遐就咧讲，若安尼看起来吼，传福音毋是传道书的口才会当感动人啦，传福音是靠啥？是靠圣神的责备甲感化，再当互人甘心悔改。所以，敢毋是咱做伙咧写即个使徒行传吗？咱要透过着圣神的帮助，咱嘛家己改变，咱嘛互侪侪人得到悔改。我真爱甲人分享，伫教会公报创刊书顶面上尾一句话，伊咧讲毋望恁的道理哪深，恁的德行哪骄卑。即个道理哪深，无毋对，咱透过着文字，咱会当有真侪知识。今仔日台湾社会嘛，真侪培养着足侪遐有读册的人，头壳有珠的，总是呢，迄拢是过程尔。较要紧的是要创啥？较要紧是讲吼，当咱得到这知识财万，咱是要互咱的德行哪骄卑啦。所以看起来吼，最近咧影响着台湾社会，伫遐呢咧奇奇怪怪吼，敢若拢是册读较侪的人吼，较有问题吼。所以咱毋望讲吼，道理哪深，咱是要互咱的德行哪骄卑。今仔日我代表着教会广播社，真感谢咱上联教会长期以来，真正恁出真大的气力。广播社对140年前叫做自珍堂，到今仔日，拢毋是为着趁钱做目的，但是真正真需要真侪费用，因为这费用要帮助人来开因的目睭，来互因的心思意念改变，互侪侪人会当得到利益。咱通会当看，讲这文字的事工。拢是完全免费来提供，互正信徒通来使用。逐礼拜咱会当看到教会公报，咱会当看到更新周刊。我直接特别爱来讲一个更新周刊的一个见证。我有一个朋友，伊过去咧做记者，咱知影记者有当时较无咧照口服，拢较咧照口业啦吼。我是讲伊家己，迄是伊家己的反省啦吼。伊咧做记者的时阵，捌走即个法院的线吼，这专门伫法院遐有一遍，因为伊过度报道、过度的一个报道，煞互一个是一个被告的人伊的过度报道，全即个被告伊安尼家庭分裂，到后来即个被告者全家己自杀。伊为了即个代志，伊安尼真艰苦心。有一遍。伊去保养车辆的时阵吼，煞伫迄个保养场煞看到，哪有即个更新周刊的？这敢是阮朋友因咧发现的。伊煞摕更新周刊安尼来看，显嘞吼，都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咱愈看愈感动，这敢毋是讲吼，因这经验拢甲我共款的。更新周刊是咧写着每一个人伊安怎叫上帝甲伊找着，所以到后来。这个朋友呢，伊全信主，煞接真感谢主，伊即摆伫教会有真好一个服侍，担任即个执事的一个工作。咱来看文字的确会当改变一个人。咱每一个月嘛发行即个甜蜜亲子报，毋望讲咱的爸爸妈妈会当用真简单即个报纸来带咱的细囝做伙来认捌信仰。即摆咱讲少子化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啥？这少子没有好好教化，这是更较大一个问题。
咱每一日，咱即马会当对即个网络顶面吼，你若拍 TCNN 吼的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 吼，台湾的 CNN 你来看到足多即个公报社所的文章，也是即个报道，吼，咱逐日拢会当看见。咱每一季嘛有少年新眼光读经手册，嘛有新眼光的读经手册，遮个呢，拢是遮5万会当送到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手中，甚至是互侪遐未认捌主的人做伙来享受这主的一个恩典。才真望咱继续来支持这个文字的事工，互咱做伙来写使徒行传，咱做伙来开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目睭，因为心思意念改变，要看见到咱这个国家更加水。最后伫遮吼，嘛望咱嘛会当用这个伫网络顶面奉献的一个方式啦吼，你手机啊摕出来，甲扫扫看，吼，若扫得成功，就莫阁退出来吼。你若万一手带咱加70吼，嘛免烦恼，我嘛会甲这退转来互咱啦吼。最近真正就一个发生一个代志，真古锥，一个登记的一个支持公报社、支持文字事工的一个姊妹吼，伊就奉献一条8万块入来。阮的同工看着讲吼，8万块，就赶紧敲电话甲伊讲吼，请问你这是要奉献互公报，还是更新，还是这 TCN， 还是要做啥物款的内容？伊听着讲8万块歹势，我饲一个伤紧，加饲一个零，我是要奉献8000块啦。无要紧，8万减8000吼，阮的同工就摕来互我签讲，社长这还阁退72000块退互人吼，阮嘛是真感谢，无论讲100、200。吼，是讲真正，万一真正你来加饲入零吼，若有感动，无要甲阮退转去，安尼嘛是真感谢主啊吼。望咱吼继续来关心即个文字事工。伫即个咱煞接祈祷了后，有一段短影片，请咱会当更加来了解即个广播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一个精神，要安怎做伙咱来开启整个台湾人的一个心，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本一口气，互阮真做是活的灵魂。主，这是何等的奇妙！恳求圣神常常甲阮三甲伫地，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也真做是别人真好的帮衬，互相相体恤，为着阮家己，为着台湾社会。为着这个民主的国家，也为着普世，做伙来享受主的恩典，扩大上帝国的境界，互阮做伙来努力。主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双人教会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伫这个社区，要互侪人做伙来领受这款。满满的恩典，主阮知双人教会过去真努力，也恳求你继续赐福伫因身躯顶面，加添因的气力，互因的确要互侪人领受到，这就是基督徒芳芳的气味。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先要看影片，好，咱来看一段影片。
感谢主使我因着信仰，成为一位台湾原住民排湾族木雕工匠师，引领我将排湾族文化与福音融入雕刻艺术之中。雕刻艺术作品需要透过艺术家的针啊，一针一针嵌入插头的内底，才会当雕刻出符合创作者心意的作品。信仰的塑造嘛同款，文字艺工就是这支针啊，透过一个字搁一个字的雕刻，嵌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来扶持帮助人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人生。台湾教会公报就亲像这支针啊，伫台湾的社会内底，透过全台湾第一份报纸，探讨信仰，提升教育。公报社透过每一个礼拜发行10万份的更新周刊，阁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美好卡热画本，用上真实的生命见证，分享上帝的同在。基督的信仰是新老幼稚园教育信念的中心。阮瓦克听的源头，甲主同工落实生命教育伫生活中，想要培育出一个心内有疼，阁有自由的心灵，会当认捌家己，也知影欣赏别人，尊重环境，疼一块土地的囡仔。第140年前，也就是主后1885年7月12日，台湾教会公报开始来发行。了后的7月19日，巴克利牧师伊也到伫屏东理伦地区，伊为着保护信徒的安全，甘愿被人破坏。伫今年的3月，阮所有同工到伫理伦地区，阮做伙伫遐来体会到巴克利牧师当时甘愿被人破坏、忍受迄款的一个屈辱。巴克利牧师所坚持的精神，也就是阮140年来伫台湾教会公报社所一直咧坚持，用行动、用文字，甲咱所有的台湾人民徛做伙。一个装备较全、佮活泼的教会，就是需要有独立的文字出版的机构。所以伫遮，我要特别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请你甲阮做伙来经营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来补足帮助阮每一年拢欠缺5000万的事工费用。愿主赐福咱大家。感谢公报社制作短片，互咱看见公报社历史到即马所做的文字工作请咱大家继续为因来大道奉献。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479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请咱起立来吟。Amen.
会众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会众起立。因为上帝，阮感谢你，逐日赏赐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饮食，也是生命的灵粮，阮拢得到养赐，互阮的心灵得到养壮。即马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财灵献伫你的面前，求你甘纳，也恳求圣神感动来垂劝阮，互阮通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本周特别事项，
阮主日为总会所定的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感谢台湾教会公报社社长彭南庭牧师伫3场的礼拜中勉励、请安甲事工的分享，期待兄弟会当透过祈祷甲奉献，继续支持公报社所有的文字宣教事工。互更较侪人透过教会公报社的更新周刊、新眼光读经本、圣经充满我，搁来认捌上帝，得到祝福。第二，具体关怀。第一，本会内敦仁长老伫6月25日安息主怀。定伫7月26本周六上午9點，伫台北市懷愛館景興樓1樓至中一廳舉行日念禮拜，並且伫當日下午2點，伫本會10樓禮拜堂廳舉行個別禮拜，請兄弟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第二，本会会友就正中兄弟伫7月12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团部委员会的特别事工来报告，相连关心社会系列守法社青大专。看袂见的国家看了的感想，请大家做伙来欣赏一段短片。We have walked the long path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free and open democracy. 谢谢教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看这部，就是能够让我们回去好好思考的电影。再次看到台湾过去很多历史，然后看到很多成人的努力。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更加敬佩蔡英文的努力，然后我很感谢这部电影，就是很好帮台湾记录下来。珍惜民主，台湾加油！台湾加油，人民站出来！很赞，台湾加油！我们大部分人对台湾很没有信心，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国家更有信心。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捍卫台湾的民主，求主能够怜悯台湾。看完有一种沉重的感觉，但是年轻人必须要站出来，为不平等发出声音。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被统一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台湾就是台湾。这些写在课本上的，我们的祖先去帮我们争取和平这件事情，不是印刷出来的，是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泪去写下来的。我觉得要以自己身为台湾人而骄傲，然后去尽己所能的去把台湾推向国际，然后保护我们的国家不要受到伤害，让我们可以一直当台湾人，世世代代都是当台湾人。我觉得这部电影都可以提醒台湾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样，所以我们越接近危险的时刻，我们越要去了解身边的处境，不是岁月静好的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我们要善用公民的权利去为未来做选择，不会因为你不选择就不影响到你自己本身。不论我们这块土地叫什么，是叫做台湾还是叫中华民国，它的前途、它的未来都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支配。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现在台湾最重要的就是要团结，因为我们透过团结，然后得到了民主还有自由，所以我们现在也要透过团结去守护这份民主。这最重要是台湾要坚强，然后要独立，一起保护我们国家。希望可以在其他国家能多说我们是台湾人。我觉得这是无关乎政治的立场，但是我看完影片之后，我会觉得说，会对于政治可能会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那我们要有自己的声音，要有行动，特别是就是投票要出来投票很重要。那希望台湾呢能够在国际上是一个更有权力、更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觉得他的就是纪录片拍得很完整，然后有讲到台湾现在的处境跟内部的一些挣扎吧。我希望台湾的人民可以放下政党之间的对立还有仇恨。对于我的国家，我应该要尽的责任，也教导我们的孩子要认真看重这一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真实面对信仰的基督徒，也要做一个勇敢的台湾人。台湾加油 ，Keep Taiwan free。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也会成为历史。盼望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以身为台湾人为荣，而有一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挥舞着台湾的国旗，跟世界证明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以台湾人为荣。台湾加油！这部电影让我看见我们台湾人民对于台湾的民主以及未来有更多的期待跟盼望。在介绍的过程中看到自己成长的环境，那我觉得其实年轻人真的不要说不想要碰政治，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看不见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在政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要一起关心的话题，如何培养国家意识，如何让台湾被看见是重要的，欢迎大家一起去看。哎呀，李金文。这是顶礼拜迄个社青甲大专有去看即个看袂见的国家即出电影，因了因的感想吼。如果你若有去看即出电影，也是讲咱生活伫台湾，咱会当明白讲，台湾对过去到现在，咱今仔日会当有即个民主自由的即个一个社会，是真侪前辈因拍拼努力来，甚至是用性命所换来。咱今仔日会当自由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这是真侪人付出真侪代价，咱才有即款的自由。咱知影有诶独裁国家吼，比如讲中国，伊迫害基督徒，迫害礼拜堂，小食物价，减讲咱要接受即款的国家的统治。今仔日咱有真侪国会一寡无适任的议员，咱会当真明显看出，因的作为就是要中国这个国家靠瓦去。所以咱过来这个拜六有一个罢免甲无罢免的投票，这毋是参与政党的斗争，是要维护国家的安全甲民主自由的体制。咱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是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咱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伫咱国家即个关键的时刻、危险的时刻，都是爱出来保护咱家己的乡土。咱伫圣经中间看，无论对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耶稣，拢是对当时阵的国家甲社会提出革命性的建议。拢真关心这个乡土，所以我所认为，咱基督徒爱伫这个世代，需要更加更较积极来参与这款的公民改革运动，互社会更加充满上帝公义。但是牧师也要提醒大家，咱拜六投票了后，无论结果安怎，咱拢接受。百姓的选择，继续为着台湾来祈祷，互咱台湾更加会当保持现主时的即个民主甲自由。这是牧师甲大家做分享。咱即个时阵来介绍今仔日的新的朋友才有一对夫妇是对日本回来那加姆拉夫妇，敢是伫后壁面。永春浩美，已经先离开好。搁有一个姊妹吴鲁美珠因一家人吴吕美珠一家人有那伫外面伫外面搁有这对台南起来詹胜温。兄弟，詹胜温兄弟，伫后壁遮欢迎。其他到第一边甲咱做伙礼拜兄弟，若无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专心仰望你，求你保守看顾阮心爱故乡台湾，互阮台湾的百姓会当真正伫即块土地安居乐业。搁有会当自由敬拜上帝的心，求主亲自到阮三甲之地，阮中间有兄弟姊妹身体
软者求主亲自医治，心神软弱的求主亲自扶持，有失着亲人的求主亲自安慰。也愿咱互相彼此相听扶持。伫即个世间，为着你来做见证，求主保守看顾一切。阮也特别将台湾教会公报社即个机构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使用因来为你做美好的事工。保守看顾因所有的当年同工，拢会当得到主的带领甲保守。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每遍诗，圣诗513首，因时后请彭牧师来祝祷。即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通好胆咧讲，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主的怜悯疼叹，就借着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特别甲台湾即个国家、即个社会、三甲地带，对即时到伫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密道恭受垂见。